来看健保署拍算要设第二站的健保，来改善目前健保各商业保险的欠点，互民众家己来决定讲，看敢要加买一寡保险，补健保无够的部分。也毋过内容是真复杂，所以第二站健保规划完成无遐尼紧。为了要应付健保总额无够，再加上这群金管会下令，实际支出的上限应该要符合实际医疗支出。有一个朋友这么拄到庞大医疗支出。谈讲健保署这么研究，要采取公私协力的方式来设第二站健保。在不同的国家的健保制度都有不一样，所以这个都没有办法马上就类比。所以我想这个议题目前在讨论中的一个选项，并不是已经确定的政策方向。健保署有关第二站健保，因为看设备产品正宽，会请各会议组成专家小组来讨论，提出改革的方案。所谓的第二站健保，就是由政府市民整合来提升商业保险行政效率，扩大风险分摊的规模，解决现主时的问题。台湾医务管理学会理事长洪子林表示，以商保保费健保来看，民众这么拄到上大困难就是无法度单边投保。希望第二站健保无排除着边重大风险的人，才能做到医疗平权。汇率一定要采社区汇率。第二个就是说，公办的一个概念就是透过大数法则，如果能够产生的时候，那就有办法去 cover 那些有疾病风险的人。第二层健保是由商保公司来进行承保，让有能力民众来付费购买，这样其实会有违健保量能付费以及互助这样的一个精神，因为它非常能避免所谓的医疗阶级化的问题。避免医疗阶级化，想要调升健保总额成长率，除了透过提升保费，专家也认为。会让用公务预算来斗三工，不过第二站健保要安怎制定，如果要安怎甲保险业有共识，一块协商讨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